特朗普就之前咧就捉咗呢個委內瑞拉總統啦，同埋咧之後咧其實佢都要求咧就要喺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產業投入超過1000億美金嘅，業界就反而覺得咧基本上真係無法投資啊，因為之前咧其實咧大家都知啦，司馬昭之心呢個特朗普咧最主要就係希望就控制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曾經咧自封自己咧係呢個委內瑞拉嘅代理總統添啊，但係咧呢樣嘢咧我就打唔響啦，因為基本上咧其實佢根本上冇辦法去投入個生產喺度㗎，因為委內瑞拉咧雖然嗰個能源儲備咁啊世界最多嘅，超過3000億桶石油喺呢個委內瑞拉儲存，咁但係咧嗰個產能咧只係佔到全球唔到1%嘅啫。如果你話要咧去釋放呢個石油嘅潛力嘅話咧，咁啊最少都差唔多要投入1000億增大個產能，咁時間需要去到5到10年嘅，咁啊所以咧好多嘅石油公司啦，咁包括呢個埃克森美孚咧，其實都講過啦，其實佢哋咧喺嗰度咧嘅資產咧曾經2度被沒收嘅，咁因為大家做生意都知啦，其實如果嗰個政局唔穩定咧，其實大家唔係好希望喺嗰度做投資做生意嘅，因為你好辛苦咁投資咗啲錢人力物力去做咗生意，開始有錢賺嘅時間咧，話個政府一動盪嘅話咧，又將你啲資產沒收嘅話咧，咁啊完全咧嘅投資就見財化水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大家都覺得咧委內瑞拉嗰個投資情況個環境咧都唔係好穩定，咁啊所以變咗咧而家咧即係對於個油價嚟講咧，你見到初時呢樣嘢咧就啱啱佔領完之後咧個油價下跌嘅，咁但係咧反而咧點解開始咧慢慢個油價又上升翻咧？最主要咧大家都覺得咧其實咧委內瑞拉嘅石油咧係釋放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嗰個市場咧對於呢樣嘢咧就冇咁擔憂啦，咁個油價就開始又回上翻少少啦。